今日睇下今日場波嘅精華啦。上半場開波冇耐，話呢個 FC 東京主場對住呢個已經篤定過嗰班嘅，都篤定包尾嘅新式天龍，長友都東京嘅呢場，哇！呢球波遠射未抵踏入世界波，跟住咧哇！呢個波近佢嚟射好處啊！安齋安齋，好啦，呢個波上面，哇！道門前面都一片混亂，都冇前又係安齋啊！跟住呢個波，哇！喺度做落去，哇！呢個波一旦省送人，笠水龍門啊！遠藤啟泰，呢個德甲效力過嘅球員，遠藤啟泰一球笠死龍門，都要成個抽起身，咁樣省住人夾入遠藤啟泰 Endo Kita。好啦，下半場呢個反應話單刀咁都唔入啊，嘥咗機會啊！呢個賴恩啊，巴西外援，今年入波最多嘅球員，跟住一個長傳入嚟，嗰度嚟哇，長友又再落底線，係啊，大家都冇啦，呢個FC 東京嘅呢場啊，哇！又喺下半場都交着狀態，尾段嘅時間繼續進攻啊！FC 東京打唔破呢個缺口，呢個新式天來到下年篤定係落呢個 J2 啦，遠藤啟泰亦都無功而還。臨尾最後一擊咁滯㗎啦，哇！呢個波成得太正啊，都係遠藤啟泰 FC 東京最尾主場殺科日，主場同呢個下年降落 J2 嘅新式天王握手言和。球迷起碼最尾殺科日唯一嘅安慰就係有呢件FC 東京嘅一個氈啊，可以穿上新嘅氈，好似有啲安慰啦，係嘛？FC 東京加油啦！下年再接再厲，未知數球場。